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龙井区农会举办西瓜评比的竞赛，有62组的农友来参赛。根据这个水果重、糖度、甲外观、甲肉色、甲风味口感来评鉴，上尾也是有农友过着美轮，摕到总冠军。 评审真足食果子糜芳开甜度，对外形含果子糜讨论。台中市农业局逐年拢会举办西瓜比赛，一方面提升技术含果子的品质，同时也让消费者会让安心买在地优良的农特产。西瓜如果超过10度以上，那个甜度一般消费者就觉得很好了。评审看果子的重量、甜度、外形、肉色、含义口感，拍分数。 尾也由农友赵桂美伦摕到全市总冠军。比赛的西瓜都觉得说，虽然天气不太好，不过品质还是非常的优哈。农会讲，新兰小牛仔西瓜的肉一油，食起来刷刷佮 juicy， 寸巧适合小家庭吃。今年评价嘛是以安全食品为主，希望严格监督，让消费者会当食到无农药残留的优质水果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